大家好，我係 Jenny，專門服務我哋香港人喺深圳揾適合嘅租盤同埋靚盤。今期咧就嚟到羅湖嘅金光華位置，要同大家介紹一個近羅湖同埋蓮塘關口嘅平價租盤，而且咧係第一次出租，家居家電咧齊全，可以直情拎包入住，性價比非常之高。咁我身後咧就係1號線國貿站嘅玻璃出口，行到屋苑咧就5分鐘嘅腳程嚇，咁過關非常方便嘅，5分鐘可以去到羅湖關口，選擇身後呢條地鐵線，一個站就可以去到羅湖關口嚇，過關非常方便。同時咧，我哋樓下仲有另外一條2號線嘅湖背站，咁係可以直達去到蓮塘關嘅，都係12分鐘嘅地鐵時間就可以過到嚇。過關咧有2個關口可以選擇，而且都非常方便嘅。OK，咁除咗話過關方面之外咧，我哋嘅商業配套同埋周圍配套咧都非常唔錯嚇。首先商場方面咧，我哋地鐵呢一度出嚟咧，就有個金光華嘅商場。咁熟悉路呢一度咧，都知道呢個老牌嘅商場入邊嘅選擇咧係非常多嘅，可以滿足晒我哋行商場嘅選擇啦。咁沿住地鐵翻到屋企條路咧，就有好多嘅商鋪啦。咁無論話辦事嘅銀行啦，或者係其他嘅呢個服務單位咧，都係有嘅，同埋好多平平地嘅食鋪選擇咧都好多嚇。OK，咁咧我哋商場選擇咧，仲可以話炒翻地鐵，因為呢一度咧佢都屬於羅湖中心位置，我哋可以一個站去到大劇院站，出嚟咧都有京基 KK Mall 啦，同埋萬象城可以逛翻嘅。總體嚟講咧，就係一個配套非常唔錯，又係屬於羅湖中心嘅一個平價嘅租盤單位。OK，咁我哋依家咧就出發過去睇下個屋苑嘅詳細情況下先。我哋依家咧就嚟到屋苑樓下1樓嘅位置，咁係經由呢一度上到我哋自己屋苑㗎嚇。咁呢一度咧，佢類似一個酒店嘅前台嘅電梯咧，就有3部 lift 可以上到去，而且電梯咧需要碌卡㗎嚇，所以咧佢嘅安保同埋服務咧都做得非常唔錯嘅。我哋依家咧就上到樓上去睇下個房間嘅情況先。嚟到羅信17樓，咁我哋先睇下呢個最細嘅單位同埋最平嘅單位嚇。咁咧佢係一眼望穿嘅間局啦，入邊咧係比較細啲㗎嚇。入門嘅左手邊位置咧就擺住個雙人床，呢度咧佢牆咧係有做咗護牆板㗎嚇。OK，咁對落呢度咧佢就係個呢一度佢門後邊咧做咗有個上下嘅儲物櫃喺度，咁我哋啲衫褲咧都可以擺翻入去㗎嚇。呢度咧都係掛衫嘅，OK。咁隔離咧就係有張書台啦，呢一度咧可以辦公或者係化妝都 OK 嘅。隔離咧就有個全新嘅細嘅雪櫃，呢一度咧佢都配咗有冷氣嚇。咁呢個單位佢係有帶露台嘅，雖然細啦，但係五臟俱全嚇。呢一度有玻璃重門，出到嚟咧佢係先係呢邊咧，佢就係有個廚房啦，開放式嘅廚房。咁佢係配咗有抽油煙機、有星盤嘅，電磁爐咧就冇見到有配嚇。有部分嘅上櫃嘅，咁呢度咧佢仲有個洗衣機，呢個洗衣機咧佢都係有烘乾功能㗎嚇。如果唔想烘乾掛衫咧，佢呢一度咧都做咗有晾衫架嘅。OK，咁睇下對落呢度咧就係個套廁啦。呢個套廁咧佢都有門可以關住㗎嚇，入邊咧比較細啲，不過係個明廁嚟嘅，有配咗座廁、花灑、洗手池同埋鏡櫃 ，OK。咁睇下呢一度望出去嘅景觀啦，其實對落咧就係其他嘅樓棟啦，所以其實冇咩景觀可以睇㗎嚇。OK，就大概咁樣嘅情況。咁呢個單位咧，佢租金會平啲啲嘅，租金咧係租到2980蚊，可以租到下帶露台嘅單位啦。OK，咁咧佢係包網絡嘅，管理費咧就統一都係300蚊一個月嚇。OK，咁再睇下其他單位先。再嚟睇呢套單位，佢會大啲啲嘅，間局咧都唔同嚇。入門嘅位置咧，佢就有個雪櫃啦，同埋有個書台嘅。咁轉過嚟嘅位置咧，就係有張雙人床喺度嚇。呢個雙人床咧就兩邊落床嘅，呢一度咧都可以行出嚟嚇。OK，咁呢邊咧佢配咗有個大嘅衣櫃喺度嚇。咁我啲月長用品咧同埋啲衫褲咧就可以收翻到入去嘅。OK，呢個單位咧佢都未出租過嘅。OK，呢一度咧佢仲有個書台喺度嘅，咁呢邊咧佢仲有個細嘅雪櫃嚇，呢個雪櫃咧都係全新未使用過嘅。咁呢個單位佢一樣係有露台、有空調呢啲㗎嚇。露台出嚟咧，佢就有個細嘅廚房位置啦。呢一度咧簡單咁樣煮成係還可以嘅，上邊咧有配咗有抽油煙機啦，同埋有個星盤嘅。隔離嘅位置咧就係套廁嘅位置啦。咁呢個套廁咧佢嘅
就係有啲奇怪啲啦。佢入門咧係沖涼嘅位置嚇，呢一度咧有花灑嘅，咁佢咧就有個細啲嘅洗手池啦，同埋鏡櫃。咁入邊咧佢係有個座廁嘅，咁都佢係有採光面嘅嚇。出邊咧係見到其他流動嘅。OK，咁呢個單位咧佢租金會貴啲啲，呢個租金咧係租到3780蚊嘅價錢嘅。OK，咁我哋再睇下其他單位先。最後我哋嚟睇呢套單位咧，佢就間隔唔同啦，會闊落啲，同埋佢嘅景觀咧會靚啲嘅。咁入門呢一度咧，佢就係個大開間嘅，入邊咧有廚房同埋有套廁嚇。我哋先睇下出邊嘅環境啦。呢一度咧佢係有個細嘅雪櫃喺度嘅，咁靠住個窗下邊呢一度咧，佢就係一排嘅飄窗位嚇。咁佢其實呢一度唔係儲物櫃嚟嘅。咁睇下呢一個單位，佢最主要係話景觀非常靚嚇。呢一度望出去咧係後墟嚟嘅。可以見到路嘅城市景觀。OK，咁如果話驚曬啊，或者係驚有光線嘅話，呢一度咧佢都做咗有窗簾嚇，直接拉過嚟就 OK 噶啦。好，咁我哋再睇下呢一度啦。內籠入嚟咧，佢好闊落嘅，有個雙人梳化同埋有個茶几島。咁隔離咧就係個睡房區域啦。呢一度咧佢係擺住個米半嘅雙人床，隔離咧仲有個細嘅長頭櫃嚇。咁電掣位置咧都有嘅。呢邊咧佢就有張書台啦，可以辦公啦。隔離仲有個大嘅衣櫃嘅。OK，呢個衣櫃咧1到2個人住嘅衫褲咧都足夠放到嚇。咁對落呢度咧，佢就係有個獨立嘅空間，佢入邊咧其實係廚房同埋套廁嚟嘅。呢一度咧有門可以關住嚇，入到嚟咧係有個細啲嘅廚房，咁佢咧配咗有抽油煙機同埋星盆嘅。下邊咧有個大烘乾功能嘅洗衣機嚇。OK，咁再行入嚟咧，佢都有個玻璃門可以關住嘅。入邊咧有座廁啦，同埋洗手池、鏡櫃、花灑咧就喺呢個位置嚇。OK，咁呢個單位咧，佢租金係租到4680蚊嘅價錢嘅，咁都係呢一路所有單位入邊最貴㗎啦。OK，咁我哋就睇晒啲單位，我哋落去做翻個總結，同大家參考下先。我依家喺屋企樓下啦，同大家睇下周圍嘅環境下。呢一個位置咧，佢屬於路中心嘅位置，而且非常靠近路關口。咁佢樓下嘅呢個商鋪咧，其實都幾熱鬧嘅。對落咧有見到有食鋪啦、銀行啦，同埋呢邊咧佢都有便利店啊，同埋啲其他嘅食鋪為主嘅。咁住喺呢一度咧，其實係非常方便㗎嚇。最主要係話過關咧都好方便嘅，我哋2個關口咧過去都好方便嚇。第一個咧就係去盧關口，咁我哋可以選擇去到國貿站，咁一個站咧就可以去到盧關口，一個站5分鐘可以去到。咁如果話蓮塘關口咧，我哋就可以步行5分鐘去到湖貝站，咁搭翻咧2號線係可以直達去到蓮塘關口嘅，咁都係10分鐘出頭嘅時間就可以去到啦。過關非常方便之外咧，呢一度周圍嘅配套咧都非常之好嘅，自己6樓咧就有好多嘅呢啲食嘢啊同埋逛街嘅選擇。咁同時如果話去大商場咧，我哋可以選擇搭翻地鐵一個站嚟到大劇院或者係國貿咧，出嚟咧就有京基 KK Mall 啦、萬象城啦同埋國貿商圈呢啲㗎嚇。逛街選擇又多，配套又齊全嘅。OK，咁如果話大家對今期呢個近關口嘅平價租盤有興趣嘅話，我哋屏幕上方咧有二維碼，大家去掃碼添加我嘅微信或者係 WhatsApp，或者係直接打電話俾我，或者你想了解其他地方嘅租盤咧，都可以隨時聯絡諮詢我嘅。我哋今期介紹咧就到呢度啦，下期再見啦，拜拜。